歌后 Taylor Swift 因為佢私人飛機嘅去向俾人揭發而出事。呢位攞過好多獎嘅歌手，一向好重視保護自己嘅私生活，而家勢要告一個21歲嘅大學生。佢嘅律師發出咗一個好勁嘅警告，呢位天后務必要用盡辦法保護自己嘅私隱。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一切都係由呢個大學生開始，佢因為管理緊好多個航班追蹤帳戶而惹嚟非議。泡泡了解到，佢用咗聯邦航空管理局嘅數據，仲有飛機發出嘅信號嚟追蹤咗好多個名人嘅私人飛機，仲估埋佢哋嘅碳足跡。不過佢嘅偵探行為並唔係好得呢位歌后同佢嘅法律團隊嘅歡心，佢哋覺得呢啲行為侵犯咗私隱，仲係一種騷擾。呢位歌后嘅律師喺2023年12月向佢發出咗一份停止同終止信，警告佢唔好再搞追蹤同騷擾行為。封信講得好清楚，如果佢唔合作，呢位歌后一定會告佢。呢位律師話，佢嘅行為已經令到呢位歌后同佢嘅屋企人精神同身體都受到困擾，令到佢哋更加驚人身安全。有人會話呢位大學生嘅航班追蹤係屬於公眾資訊，但呢位歌后嘅陣營話呢啲行為已經越咗界，侵犯咗人哋嘅私隱。名人好似呢位歌后咁，一直都努力喺佢哋嘅公眾形象同私生活之間揾個平衡。呢位歌后同呢個大學生之間嘅呢場衝突，引起咗一啲關於社交媒體同科技發達嘅年代入面嘅私隱界限嘅重要問題。喺一個咁易攞到人哋私人資料嘅時代，名人係咪有權保護佢哋嘅私人生活，就算係涉及到佢哋嘅旅行？另一方面，其他人又可唔可以用追蹤呢啲方法嚟侵犯公眾人物嘅私隱？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呢啲行為係侵犯咗私隱，但有啲人會覺得呢啲行為係有目的，可以追究名人嘅環境影響。通過計算碳足跡，揭示咗私人飛機旅行對生態嘅影響，同埋鼓勵人哋討論可持續發展。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